希塔美德下載勤奮。勤奮係一種不懈嘅努力，佢讓我哋能夠喺不斷嘅工作同埋學習中，逐步接近我哋嘅目標。當我哋勤奮嘅時候，我哋唔會因為短暫嘅困難而放棄，而係持之以恆咁完成每一個任務，最終累積成就。勤奮並唔係單純嘅辛苦勞動，而係一種智慧嘅投入。佢讓我哋能夠以專注同埋毅力喺長期嘅付出中獲得回報。勤奮讓我哋喺每一步嘅進步中見證自己嘅成長，並且喺每一次努力之後發現新嘅可能性。勤奮就好似一支不斷敲擊嘅錘，無論遇到幾堅硬嘅障礙，佢都能夠逐漸嘅將佢打破，為我哋開闢出一條光明嘅道路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，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勤奮嘅定義，我知道勤奮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勤奮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勤奮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勤奮嘅觀點，我知道勤奮是可能的，我知道勤奮是安全的，我是勤奮的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，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